我諗呢條片咧會同大家講下課本練習第8題同第9題嘅處理方法啦。咁啊，因為我哋都冇一啲課堂啦，咁所以咧呢一度我哋會做一個拍片去處理咗呢個部分嘅，就同大家講下呢啲題目我哋應該點樣去分析，點樣去答。嗱，想睇下第8題。第8題咧就話啦，古人有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啊。當中天下之憂同天下之樂分別指啲咩嘅咧？呢句説話又反映咗古人有啲咩心思咧？首先我哋要養成一個習慣，就係睇題目。你見到佢兩個問號啊嘛，咁就唔該大家要喺呢一度咧界開一半。點解咧？即係攞支筆切開咁樣，即係將條題目咁樣分開一半嚟睇。因為咧，我哋話一個問號係對應緊一個問題啊。你如果一次過寫晒所有你諗得到嗰啲文字寫晒落去，寫一大段嘢出嚟咧，反而揾唔到個重點咧，咁就有機會會失分。所以我哋一步一步嚟。第一步先答咗天下之憂同埋天下之樂分別指啲乜嘢？嗱，如果睇翻我哋嘅筆記咧，你會發現天下之憂其實就係講緊社會動盪、民不聊生嘅嗰個背景。OK， 我哋喺第一日教《岳陽樓記》咪講到北宋係充滿住內憂外患嘅，咁啲內憂外患就輕則係即係令到百姓要連苛，即係要苛捐重稅，咁啊令到佢哋生活百上加斤。重則咧可能就拉去充軍，可能會家破人亡，或者可能會有啲外亂打仗咁樣。總之係民不聊生，社會非常之動盪。而天下之樂咧，就係講緊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嘅情況，即係政治通達，人民生活和樂，好大家都生活得好快樂嘅。咁咧就叫天下之樂。咁所以咧呢兩個重點，即係佢問你分別指啲咩咧？其實你可以睇翻你自己個筆記嘅。OK， 後面啦，佢就話呢句説話反映咗古人有啲乜嘢嘅心思。嗱，好多同學咧，可能會有啲同學咧見到心思呢個字咧，就唔知要寫啲乜嘢。其實佢呢個心思咧問緊嘅係呢句説話咧反映咗古人嘅咩嘅諗法，或者古人從中反映咗佢有啲咩嘅抱負。咁其實佢嘅抱負咧，之前上堂都講過嘅，就係佢喺討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呢一句咧，係反映咗嗰啲古人係會將百姓同埋國家嘅利益咧係置於第一位嘅，而至於個人嘅榮辱咧係會放喺第二位咁樣。佢哋係會盡心為天下，去擔憂君主嘅施政，以及咧佢哋願意奉獻自己為百姓謀福祉嘅。咁所以咧，你係要先答咗天下之憂同天下之樂分別係指啲乜嘢，之後先再講佢哋嘅抱負。抱負 OK， 咁呢個咧都可以睇翻你哋自己嘅筆記。咁所以第8題咧，我覺得嗰個重點應該係放喺你哋要點樣嘅去答題啊，或者係去分析題目嘅呢啲字眼，咁樣就要小心啲啦。好，去到第9題，第9題咧就話文章結尾范仲淹以「微斯人吾誰與歸」呢一句收結全文，有啲咩嘅用意？嗱，用意呢啲字咧，我相信大家喺初中嘅時候都見唔少噶啦。咁其實用意咧呢個字一見到佢，其實佢係暗示嗰啲嘢俾你。佢用意呢個字咧，其實暗示緊你嘅答案應該係要同成篇文嘅主旨，或者成篇文嘅中心思想最想表達嘅嗰一樣嘢咧，係要有關聯嘅。咁我哋話呢篇文個重心嗰個主旨係啲乜嘢啊？咁其實就係講緊我哋要去追隨古人咯。OK， 追隨古人嘅咩特質啊？咩值得我哋追隨啊？就係以天下人為己任。OK， 呢一度可以寫清楚啲，以天下人嘅憂樂為己任啦，以天下為己任啦。OK， 第二啦，就係起一個勸勉嘅作用啦，就係勸勉邊個啊？我哋上堂嘅時候其實抄筆記都有抄到嘅，後面嗰頁，佢就係想要勸勉滕子京同埋自己啊嘛，即係以呢篇文作為自我勉勵，亦都係勉勵緊滕子京要去效法古人。OK。
勸勉滕子京同自己效法古仁人。只有古仁人咧，先至係值得追隨嘅。得唔得啊？咁我哋咧其實睇完呢一條題目咧，或者見到用意咧，我哋都即刻撈到有呢一個嘅信息出嚟，就係話啊呢條題目個答案咧，我哋應該係要寫得出同個中心思想同文章嘅主旨應該有啲關係嘅。咁文章主旨咧就係呢兩個嘅要點啦。OK， 之後咧我哋先至落到去睇啦。微斯人吾誰與歸呢一句説話嗰個微字同個誰字其實係反映緊啲乜嘢嘅咧？呢個亦都可以睇翻我哋嘅筆記簿。我哋嘅筆記咧其實就講到話微斯人吾誰與歸呢一度咧，其實我哋就知道作者透過呢一啲嘅助語詞，其實反映咗佢知道世界上冇人係古仁人嘅。OK， 冇志同道合嘅人。佢因為冇人同佢志同道合，所以佢感到孤獨，覺得知音難求，因此產生出一種就係要追隨古仁人同埋勸喻滕子京效法古仁人嘅呢一種諗法。咁所以啦，當我哋見到條題目佢問咯，微斯人吾誰與歸個微字同個誰字咧，其實就係反映緊冇人同佢志同道合嘅一種悲哀。佢咧由此咧感到好孤獨。OK， 感到好孤獨，有一種感受係唔好嘅感受嚟嘅。咁所以啦，當我哋要去答第9題嘅時候咧，嗰個步驟應該係點樣嘅咧？第一步就要先講得出佢呢一個句子嘅意思係啲乜嘢。佢呢個句子嘅意思咧，其實就係用嚟慨嘆啲咩啊？就係慨嘆呢個世界上咧冇一個人好似古仁人咁樣咯。因為冇一個人好似古仁人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好孤獨啦，知音難求啦，冇一個人可以好似佢咁樣，即係去仿效古仁人啦。由此咧去表達出自己嚮往成為古仁人嘅心志。OK， 因為冇人同我一樣啊嘛，咁但係我又咁崇拜古仁人，咁所以咧我好嚮往古仁人，好嚮往成為古仁人咁樣咁出色嘅人物。嚮往成為古仁人咁出色嘅人物，佢出色喺邊度啊？就係以天下為己任。咁因此咧，個用意咧就係在於我哋上面講到嘅就係希望表示自己願意追隨古仁人啦。我唔知我唔寫啦。第二咧就係起到勸勉嘅作用。咁同上面紫色嘅呢一度一樣，咁我就唔多再寫啦。OK。咁所以咧呢一度咧係教大家要點樣去審題啦，要點樣去睇啦，即係一步一步去睇，又係話呢啲嘅引句入面反映咗佢哋啲咩嘅感受。咁呢種感受又同主旨同中心思想有啲咩嘅關係？咁咧你係可以結合翻呢一條片間嘅題目啦，同埋我哋筆記抄低咗嘅呢一度第5題呢一度咧，去諗下點樣可以有條理地寫翻個句子出嚟。咁呢個答案咧，一定係要分2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咧就係先解釋咗呢個句子係啲咩意思先，之後咧先再講嗰個用意喺邊一度。